该长72小时可以到5公分，可是这一批它怎么才4公分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问号。种植芽菜，一群年轻人像在重写小时候看的书《10万个为什么》。为什么设定合适的温湿度，种子的发芽力依旧有不同？为什么绿豆芽采收一定要用绿色的光？芽菜见光之后会变紫色，而且会见光之后它会越长越快。怎么种出好的芽菜？郑涵瑞的父母是台湾有机农业的先驱，给了他们启蒙概念。因为芽菜在加压之后啊，第一个它的口感跟营养是往上直接倍升。第二个，我们的芽菜每一盒其实都是长得笔直，笔直是植物最初的形态。用逆渗透过滤水特制的棚架里，苜蓿芽、青花菜、紫高丽菜，一盒盒芽菜种在吸水棉条上，调节水分也隔离介质污染。看起来很简单，大家都做得出来，可是应该这样讲，搞不好全世界现在只有我们在这样做，因为这样很费人工。也完全不用药物，这是团队共同的坚持。盒装的芽菜因此不必采收，简单冲洗就能直接入口。因为它还是活着，然后持续生长的状态，所以它等于是到你的家里，你吃的时候就让你冰箱有一个小菜园，你现在你需要的。种出了不一样的芽菜，这些成果也正回应了别人爱问的为什么？为什么台大财经系毕业的郑涵瑞、廖怡文和徐伟哲，和园艺系的学长吕美煌，愿意舍弃100万年薪，完全投入在芽菜的世界。平常你都在什么？年轻人在想什么？周期感，做自己。对，眼前还有豌豆苗在实验，也还有问题要突破。从没想过放弃的他们，如同健康种子，等待迸发惊人的力量。这个年轻的团队付出梦想和努力，希望种出更好的芽菜。我们也从他们做的事看到了梦想的精彩。还有3年都给小马给周期感，还有3年都给小马给周期感。